这几年台湾的厝价是直直起，民众买厝根本就买袂起。根据不动产服务平台资料，这10年来全台湾贷款买厝的民众年会明显增加。去年前3季贷款买厝的人有一半以上拢超过40岁。阿摩托车开入去工地，施工人员爬上应价真无用，为了避免耽误工期，过来申请人是继续伫赶实。只是近年来全台的厝价继续一直起，也后民众买厝是愈来愈困难。有不动产加大服务平台汇整联定中心的资料，结果发现，将近10年来全台湾贷款买厝的民众年龄明显增加。2023年前3季，全国新增加房屋贷款的族群40岁以上占的比率达到50.8%，也就是有一半以上买厝的人超过40岁。工作如果不太好的话，薪水不够高的话，可能不容易。一般平均可能3、4万开始。那如果以这样子的状况的话，确实年轻人买房如果不靠父母的帮助，确实比较困难。不动产加大服务平台研究总监陈杰明讲，根据内政部的资料，会用看到。全台主体价销指数已经对2012年第3季的78.96大起到去年第2季的130.80，短短10几年厝价大起66%。就伫台湾，厝歹买袂起已经是一个全面的现象。也种情形也造成民众买厝年龄是继续延后。房租或者是说你的一些基本的生活费，其实这几年都增加非常多。过去数据是30到40岁的人在买房嘛，现在看到的数据是大概过半以上的要超过40岁才买得起房。现在要存够钱去做买房的动作的话，其实难度都相当大。另外就是整个房价飙涨得太快了。陈杰明认为，民众无在调买厝问题已经包含到整个青壮年族群。若讲上买厝了后的贷款时间有30年甚至40年，买拄到中高龄失业，也是讲收入无亲像以往，所面临的压力会搁较大。所以讲财务应该安怎小心来分配，也是买厝的人应该斗阵思考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